后来镜头锁定的台湾，来看国防部为着要加强民防，施加全民国防手册来换新，明仔载就会分配送到全国各地，一户拢会分一本。这个手册的内容，为平时的准备到危机来临的时阵要安怎来应变，拢有说明。结果是引来在野党的批评，讲这个行为某一种程度都是宣布要战争咯。民进党的立委是出面来疏言，讲厝内底按问锁，并无代表查拉要来呀。感色的封面印古锥的图，这是台湾全民安全指引。国防部9月推出新的版本，要伫这个月19号开始发放，要互家家户户一人一本。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包括防空避难。防空警报来袭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这本手册里面都有告诉你相关的应对方式，只要打开警政署的 APP 就可以查找家里附近的避难场所，像是大直捷运站这边就可以容纳高达1万多人。手册内容为平常时准备到危机来临安怎应变，简单明了。新版本嘛，甲放山湖危害放入去手册内底。这本手册嘛，互外国媒体注心。路透社17号嘛发布文章，标题就指出，台湾头一摆向所有家庭发放安全手册，来面对中国威胁加强的情况。印制经费考量普发任务非年度预算计划，且相关经费用罄。依行政院指导，由国防部依预算法第70条申请第2预备金支应4279万元。国防部预计19号开始，全国22个县市分4批来发放，其中离岛较远的所在会优先发送。邮局卖斗3天送去各乡镇市区公所。最后，透过内政部民政系统发送至全国家家户户，预计伫咧明年1月7号进前发放煞。这个等于某种程度就宣布了，向台湾人民说了，台湾现在很危险，准备要打仗了。如果锁坏掉了，如果今天说赶快要把这个锁呢换成一个新的，请问你会不会说是不是明天小偷都要来了？不然今天干嘛换锁？面对中国武力威胁，咱台湾强化民防，要让民众面对危害唔免惊吓。不过手册就还未送到民众的手头，朝野就已经开始烧钱啦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